UK 3.1 3-4英國永居考試維京人諾曼人的入侵 Live in UK Test 3.1.3維京人是來自丹麥和挪威，他們在公元789年首先踏足英國並搶劫海城鎮，帶走的商品和奴隸，然後他們就開始逗留，漸漸在英格蘭和蘇格蘭東部形成自己的社區。在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王國，在擊敗維京人英雄阿爾弗雷德大帝下團結起來。許多維京入侵者住在英國，特別是在東部地區和英格蘭北部，被稱為丹尼羅的區域。許多當地地名，如格里姆斯比和斯肯索普，都源於維京語。定居的維京人混入了當地社區，更有些轉成為基督徒。隨丹麥國王朝的短時間內，盎格魯撒克遜歷代國王一直繼續統治部分英國現在英格蘭領土，其中第一個便是努特，也稱為克努特。在北方，海盜的威脅曾使人們團結效忠於一個國王肯尼斯麥艾奮。蘇格蘭亦開始用此來描述該國。3.1.4 諾曼人的入侵1066年，由諾曼底在現在的法國北部，公爵威廉帶領的軍隊在克斯廷斯戰役擊敗英國薩克遜國王哈羅德，並將其殺害。威廉成為英國國王，被稱為征服者威廉。這戰士被錄於一塊稱為貝葉掛毯的巨型刺繡，至今仍能在法國看到。貝葉掛毯的一部分此亞麻布近70米，230英尺，並繡有彩色的羊毛。諾曼人是最後一個能成功入侵英格蘭的外國入侵者，並導致了許多英格蘭政府和社會結構變化。新的統治階級的語言諾曼法語影響了現代英語的發展。最初，諾曼人也征服了威爾士，但是威爾士逐漸把領地奪回。蘇格蘭人和諾曼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的邊界交戰，諾曼奪取了一些領地，但沒帶入侵蘇格蘭。威廉派人走遍全英國，而列出所有的城鎮和村莊，住在這裏的人、地主及他們擁有的動物都被列入書中，這被稱為末日審判書。它今天仍然存在，並展示了英國被諾曼人征服之後的景象。Check that you understand 羅馬人來到前英國的歷史，羅馬人對英國社會的影響。羅馬人入侵後侵入不同的入侵者。1066年諾曼人入侵的重要性。